后来警方继续来追查到随机攻击的案件，目前重点放伫个嫌犯张文这个钱为倒位来。讲张文为去年6月就甲保全的工课甲辞掉，后续是靠伊的妈妈每3个月付伊3万块的生活费。也毋过，伊伫今年1月到台北税处，1个月厝税都要17000块，而且伊搁伫网络顶购买到烟雾弹，开奖金5万块。太讨有遮尔侪钱咧，警方讲无排除可能是毋是有人甲赞助。青红马拖箱碗鬼鬼祟祟行入集混站变装，说来牵烟雾弹，真要看张文身边行李箱底是烟雾弹含汽油弹，这个工具其实开真侪钱买的。今年的1月中旬，购买了1箱24颗的烟雾弹，每一颗烟雾弹是新台币2000，合计4万8。他也在今年的11月开始购买了酒精、喷火打火机，等重要的点燃的工具。系当本买犯案的工具，今年初个上北组处，伫咧外境案发地点的公园路，租金嘛真贵，互人摇疑的是，因闹钱咧。有这样合格进口吗？我了解到是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吗？张文的爸母做笔录的时候讲到，已经2年无甲后生联络，不过妈妈会业钱互伊。去年6月，伊辞掉1个月4万保全的工课了后，就无申请申报记录，敢若靠妈妈每个月汇3万块互伊。今年1月开始，逐个月阁需要付17000的租金，所以阁有能力开4万8买烟雾弹，这钱是为倒位来的？如今手机钱无碰见，警察发函予各大金融机构和交易所，要来追查张文用钱的记录。案发前，张文伫咧网络买犯案的工具，毋过手机也无去找到，敢若拢是靠平板和笔记电脑通讯。警察伫咧晓张文的钱，可能嘛无伫咧银行内底，是欠伫咧领钱包裹。如今会继续追查，赶紧调查出真相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